家我哋繼續有請我哋理事長吳秋北宣讀我哋五一嘅宣言。各位工會代表、各位工友，大家好！知唔知今日我哋嘅人數幾多啊？根據我哋大會嘅記錄，今日我哋遠遠超過咗我哋嘅預期，而家嘅人數係達到2500人。請我哋俾啲氣勢，俾啲氣勢俾大家。好，而家呢，我代表工聯會讀我哋嘅五一宣言。我哋嘅五一勞動節係我哋打工仔嘅日子，我哋爭權益、推動社會進步嘅日子。所以我哋覺得，我哋打工仔所創造嘅財富、社會嘅進步，必須要令到我哋打工仔有尊嚴，同埋得到肯定，同埋感覺上係光榮嘅。我哋嘅經濟發展必須要得到分享。喺而家金融海嘯嘅情況底下，經濟似乎逐漸復甦，但係我哋嘅打工仔嘅生活仲未得到改善，通脹亦都不斷咁樣逼近。我哋而家嘅打工仔大約有幾十萬人仲處喺一個在職貧窮嘅境況，幾千蚊嘅生活夠唔夠生活啊？夠！我哋嘅經濟發展可唔可以用我哋工人嘅低薪作為代價？唔可以。所以我哋工聯會向政府嚴正咁樣提出要求，要創造就業、增加工資、改善我哋工人嘅生活。我哋知道而家嘅好多嘅社會問題就係低工資所造成嘅。我哋工聯會主張工資必須要達到33，所以希望政府盡快訂立最低工資喺33蚊，咁樣先至能夠維持到我哋工人嘅基本嘅生活，同埋養活我哋工人嘅家人。另一方面，一個合理嘅工資水平先至能夠鼓勵多啲人去就業，先至能夠改變而家以公帑嚟到補貼低薪嘅情況。我哋主張工資最低工資立法33，俾啲回應。最低工資要立法，向20說不，33就得。另一方面，我哋建議政府要發展經濟嗰陣時，要考慮以就業為優先呢個策略，咁先至能夠照顧到工人嘅情況。因為而家嗰個就業市場係扭曲嘅，所以發展經濟嗰陣時應該考慮就業嘅問題。另外，亦都要創造多啲嘅就業職位俾我哋嘅青年，創造綠色嘅職位。我哋亦都主張政府所推出嘅6項產業必須要着手有關嘅配套措施，先至能夠發展我哋經濟嘅多元化，創造就業，增加工資，創造就業。另外一方面，我哋亦都建議政府設立促進就業委員會嚟到研究點樣能夠促進多啲嘅就業，照顧到工人嘅需要。仲有，我哋都建議政府要改變
而家職業嘅文化，而家好多時都係長工時、低工資呢種咁嘅文化係唔要得嘅。我哋工友係撐得非常之辛苦嘅。我哋建議政府着手去立法標準工時，亦都要舒緩我哋工作嘅成本。我哋嘅交通津貼必須要跨區嚟到支援，先至能夠照顧到我哋工人嘅需要，改善工人嘅生活質素，先至能夠令到呢個社會更加和諧，生活更加健康。最低工資快立法，標準工時要訂立，交通費好昂貴，有津貼冇閉翳。各位工友、各位工會嘅代表，而家喺金融海嘯影響底下，我哋嘅工友仍然係處喺一個艱難嘅情況。我哋工聯會一定會同各工會一齊撐我哋嘅工友，維護我哋嘅權益，攞返我哋嘅尊嚴。請你哋同我哋一齊撐工友，為工友，撐工友，為工友，工聯會，撐工友，工聯會，為工友，多謝各位。好多謝我哋理事長。呢個時候亦都有請我哋4位立法會議員上台。